從角度大力將保齡球彈出去，不管夠strike，現場歡呼聲不斷。這場由淡市建局所主辦的暑期青春專案保齡球比賽，經全市16個分局，總共96名青少年組隊參加，氣氛相當熱烈。今天來打保齡球很開心，因為我從來沒打過，但打得還不錯，所以還蠻開心的，覺得保齡球蠻好玩的。參加這個活動，就是除了讓小朋友可以有一些防毒的嘗試以外，然後也希望就是朋友一起出來玩，然後也可以結交到好朋友，然後不要變壞。市長為了見證暑期保齡球比賽重頭戲，除了甲貴賓面帶共同啟動流沙陣的儀式，向前助力滿滿的光明活力，打擊違反犯罪關心以外，嘛親自開球為精彩比賽加開序幕。我們一方面提倡正當的娛樂，一方面這是一個奧運會這個列入項目表演項目的這個球賽。那亞運也是列入項目，所以呢，我們希望提振我們的保齡球水準，希望大家開開心心的度過暑假。希望我們青春專案能夠讓很多好朋友，能夠大朋友帶着小朋友，小朋友帶着中朋友一起來。在老底的保齡球比賽過程，市建局趁機會宣導反毒反詐騙，其中嘛首次跨國授權甲日本卡拉赫拉聯名，量身打造台南專屬的防詐騙素材，一登場就引起話題。小朋友很喜歡，一方面也能夠讓我們宣導治安、宣導打詐防詐的這個用心，也能夠得到大家普遍的認同。因為我們以前大家都覺得說，我們警察或者說治安機關的一個宣導好像流於比較制式化，但是呢，我們用很多活潑的方式，希望能夠大家讓很多這個維護治安、打擊犯罪的這種概念能夠深植人心。暑假期間，市建局透過趣味娛樂的保齡球比賽，結合家庭甲社會力量，除了陪伴囡仔有充實安全的假期，過程中嘛要提醒囡仔愛勇敢反毒品、拒絕詐騙，離開妨害身心健康的場所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